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3月20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股三大指數目前處於調整階段，受到中東地緣衝突影響，短期表現反覆向下。雖然指數曾經因為戰局可能緩和而短暫反彈，但整體仍然面臨拋售壓力，形態屬於持續試底格局，有機會再次試探200天線等關鍵支持位。近期連續多日下跌，顯示投資者信心受挫。儘管油價波動劇烈，但高油價環境對股市不利，三大指數喺避險情緒主導之下持續回軟，短期內以反覆調整為主，向上動力有限。美國同伊朗嘅戰爭持續升級，而且已經進入較長階段。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嘅攻擊未見明顯結束跡象，伊朗新領袖態度強硬，揚言維持霍爾木茲海峽封鎖，並釋出連環打擊信號，導致石油供應嚴重中斷，國際油價大幅飆升，再次升穿$100一桶。高油價推升全球通脹憂慮加劇，市場擔心聯儲局減息空間被大幅壓縮，甚至可能轉為維持高利率以對抗通脹。喺呢個環境之下，避險情緒升溫，風險資產普遍受壓，美股難以擺脫負面影響，而戰事長期化亦進一步放大市場變數同不確定性。油價高企直接引發通脹再次升溫嘅憂慮，市場重新評估聯儲局嘅政策路徑，減息預期明顯減弱，甚至有聲音指出嚟緊一週聯儲局可能唔會減息，再加上美股結算日等事件，進一步加深下跌壓力。雖然美國就業數據疲弱，可能促使當局釋放超出預期嘅寬鬆政策刺激經濟，但喺地緣危機籠罩之下，呢個正面因素難以發揮主導作用。此外，私募市場流動性風險等內部隱憂亦開始浮現。美國實體經濟雖然仍然有一定韌性，但整體受到戰爭拖累，投資氣氛轉趨謹慎，股市以調整為主。綜合嚟睇，美股短期走勢偏淡，受到美國同伊朗戰爭未見明確結局，油價持續抽升，以及通脹同利率壓力交織影響，後市存在更大調整空間，投資者需要小心新一輪拋售風險，不宜過分進取。伊朗嘅抵抗力超出市場預期，儘管美國低估咗佢嘅韌性，但戰事短期內難以結束，市場變數持續增加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局勢出現意外緩和跡象，例如和談有進展，或者油價回落，股市可能會出現反彈機會。不過目前仍然以觀望同防守為上策，並要警惕市場進一步向下探底。